种学看这边，自言佛有海星耶，奇门每天忙不停，立志高高在做什么？鸡无有没有手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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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无有没有脚？没有。那它怎么站得好？身体怎够扭扭脚？是虎的身体怎溜高？每个功能都很强，根茎叶弯，果实种子，合作起来力量强。根住在哪里？土壤里。根在做什么？吸水吸养分。抓紧土地不会倒，残浊营养少不了。根吸水，茎变色，叶子做菜靠阳光。它结果种子长，吃苦天天在帮忙。水怎么往上跑？请帮忙，叶子在忙什么？做食物。晒太阳，吸空气，光合作用真神奇。根吸水，茎颜色，叶子做菜靠阳光。不会说话不吵闹，却把世界照顾好。花开是为了什么？生宝宝，我是在梦什么？保育种子，吃水果不营养，植物真的不自私。植物给我们食物，也给空气和微笑。爱护植物。